而家做完之後咧，你會覺得清楚得滯，清楚得滯同埋好立體嘅啲嘢而家。我係香港嚟嘅，因為我做揸車嘅，咁咧我有太陽裏邊嘅，就會見到好白，夜晚裏邊又睇唔清楚條路，所以咧覺得好危險，所以一定要過嚟做呢個白內障手術。呢個醫院咯，又大又乾淨，啲姑娘啊、啲設備啊都 OK。我上到嚟做檢查嘅時候咧，都覺得 OK， 同埋朋友都做過。我去檢查嘅時候撞到個朋友覆診，所以我先夠膽上嚟做呢個白內障手術。我做第一隻嘅時候咧，我喺醫院嘅時候，第一日準備聽日去拆嗰個紗布嘅時候咧，我已經裝咗出嚟，已經好清楚啦。咁我到我出咗院，再翻去再諗諗，就即刻要 call 佢哋做埋隻左眼，因為好清啊，右邊隻眼好清，左邊隻眼咧就仲好朦。所以而家做完之後咧，你會覺得清楚得滯，清楚得滯同埋好立體嘅啲嘢而家。因為以前好辛苦啊，呢2年睇得好辛苦，所以做咗之後非常之好。好啊，佢中醫生就話俾我聽做啲咩，落咩鏡片，做咩手術，會令到你而家嘅狀況做得好，做得好好。唔需要做邊啲啊，唔需要嘥啲咁嘅錢啊，做啲正常啲，而家日常用嘅嘢你就 OK 噶啦。有能力就早啲上嚟做咯，早啲去搞咗自己隻眼咯，清晰咗，早啲清晰，唔好咁晚先清晰。